歡迎收聽《和你看天下》呢一條片，我想由蔡奇出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講起，就再同大家分析下喺中國嘅皇權體制入邊，一個朝廷嘅權臣啊，係必須有咁冷酷得咁冷酷，有咁乞人憎得咁乞人憎，先至可以保平安嘅。嗱，假如唔係咁呢，一個朝廷嘅權臣越接近皇帝嘅權力就越兇險，可以話權力越大，死得越慘。嗱，以下咧我會用蔡奇同王岐山嘅故事去論述我呢個論點嘅。6月5號，央視播出蔡奇咧以中共中央黨校校長身份出席黨校嘅畢業典禮。咁呢件事咧馬上震動中外時事評論界，因為蔡奇依家咧已經唔係一個得寵嘅習家軍咁簡單啦，而係咧習近平身邊最信任嘅人。蔡奇依家係習近平之下中共嘅9000歲。係身兼大內總管，再加埋黨務總管嘅。蔡奇依家嘅地位咧，遠遠超越總理李強啊！李強強仔依家根本係一件擺設嚟嘅啫。蔡奇咧名義上地位排名第5啊，但係權力咧就排第2啦。蔡奇依家咧係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室主任，仲做埋中央黨校校長。中央辦公室啦，係習近平嘅近身系統嚟㗎，負責皇帝嘅保安、行程緊密信息流動、文件同內部指示等等，掌握住中辦呢已經係最接近權力核心啦。蔡奇依家咧又管理埋中央書記處，咁即係皇帝日常嘅決策要經中央書記處層層下達，俾各級官員去執行嘅。咁即係點呢？即係中書處嘅通知咧，等於皇帝聖旨㗎啦。蔡奇打一個電話指示任何級別嘅官員辦一件事，呢啲官員都唔敢唔做咧，因為唔做咧即係等於違抗聖旨。大家諗下，正常一個官員會唔會夠膽反問蔡奇公公一句：蔡公公，你嘅指示係皇上嘅意思啊，抑或公公你嘅意思啊？喂，真係冇人敢問啦，敢問即係找死啫。所以蔡奇依家咧係將習近平嘅意志落實到宣傳、組織同統戰，仲有政法嘅系統入邊啊！冇乜人留意到嘅，今年1月中共組織部嘅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係由蔡奇主持嘅。蔡奇並唔係中組部嘅部長，但係咧顯然係中組部嘅太上皇啊！仲有蔡奇又係中央國家機構工委嘅書記，依家咧仲做埋中央黨校校長。咁即係官員黨員點樣嘅塑造，點樣培訓，官員黨員要點樣諗嘢，黨灌輸乜嘢思想俾佢哋，全部由蔡奇負責。可以咁形容嘅，蔡奇依家咧係管理晒整個黨嘅神經系統，又管理埋習近平嘅一舉一動。除咗冇軍權、冇金融勢力之外咧，其他黨政工作蔡奇一個人管晒。甚至習近平將佢呢個黨嘅下一代點樣被教育，點樣落實習思想呢個咁偉大嘅任務，都交埋俾蔡奇啊！由此可見啦，習近平係幾咁信任蔡奇啦。根本依家咧，習近平睇到乜嘢嘅畫面，見到乜嘢人，點樣理解呢個世界咧，好大程度由蔡奇決定嘅。咁樣唔係權傾朝野，係乜嘢咧？咁依家蔡奇嘅地位咧，係皇帝最信任嘅執行者，係大內嘅大總管。但係咧，佢唔係太子，佢唔係接班人，冇繼承權嘅。有人指出，習近平搞來搞去，最後啦，淨係信一個蔡奇啫。咁可見習近平幾冇安全感呢？事實上咧，習近平由 Day 1登基做皇帝已經冇安全感噶啦，呢點係人都知啦。依家只係咧更加少人可以得到佢信任啫。呢個中央黨校咧，原本就由陳希做校長嘅，陳希就已經係習近平多年嘅舊部下啦，係老班底。依家習近平一樣唔信任陳希。OK， 問題嚟啦，蔡奇攀到上呢個權力嘅頂峰啦，成為皇帝之下嘅9000歲，亦即係咧蔡奇進入咗最危險嘅區域啦。可以話咧，權力越大，風險越高。未來咧一個唔小心，蔡奇將會成為下一個王岐山，甚至下場慘過王岐山都得啊！蔡奇如果好命啲咧，佢嘅結果可能好似江澤民嘅大管家曾慶紅咁，可以安安樂樂退休。唔好彩咧，好似王岐山咁咯，被變相軟禁啦。
蔡奇肯搏夠膽呢，就不排除啦，取而代之，自己做皇帝。咁雖然正常推算呢，蔡奇造反成功嘅可能性係比較低嘅。不過咧，中共呢啲宮廷政治，任何戲劇性嘅情節都可以發生嘅。凱撒大帝都冇諗過喺羅馬元老院入邊俾啲元老懟咗23刀啦。呢個世界只要有內鬼乜嘢都可以發生嘅。嗱，其實蔡奇依家嘅地位咧，非常似歷史上一個著名人物。呢個人物係邊個呢？繼續講呢個議題前，請大家支持和你看天下，請你訂閱、點讚、留言、分享，記得撳埋訂閱旁邊嘅鐘仔，咁我哋一有新片就可以第一時間通知到你啦。另外，如果有廣告嘅話，請大家支持下。好啦，言歸正傳，中國歷史上地位同蔡奇相似嘅人呢，相當多嘅。咁例如唐朝嘅李林甫啦，清朝嘅軍機大臣和珅同張廷玉都近似嘅。同埋我前邊所講啦，江澤民時代嘅曾慶紅啦，同依家蔡奇咧都非常相似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咧，明朝嘅大太監魏忠賢同依家嘅蔡奇咧係最似嘅。明朝嘅魏忠賢深得天啟皇帝絕對信任啦。魏忠賢呢掌握內廷喎，依家蔡奇咧掌握中辦咯。魏忠賢監管百官，蔡奇依家咧就統領黨務啦。魏忠賢控制晒天啟皇帝睇乜嘢奏摺，蔡奇咧管理晒習近平睇咩文件咯。魏忠賢喺制度上咧冇乜權力嘅太監啫，所有權力係皇帝俾佢嘅。同樣啦，蔡奇喺制度上咧都只係排名第5位啫，但係依家佢嘅權力咧就係習近平之下14億之上啦，係9000歲。蔡奇嘅權力完全嚟自習近平嘅，而更重要咧，魏忠賢係太監，太監絕對冇資格成為皇帝嘅，冇得做接班人嘅。就算造反呢，以一個太監嘅身份，亦好難被接受成為皇帝嘅。蔡奇又點呢？年齡上已經70歲啦，應該理論上就冇得接班啦。再加上啦，習近平一直都冇暗示過俾佢接班嘅，習近平根本冇打算預早安排接班人嘅。所以咧，蔡奇同魏忠賢就高度相似啦。嗱，今日連西方媒體都形容蔡奇嘅權力已經大到危險嘅地步，因為習近平登基以來，幾乎所有曾經佢好信任嘅人都已經落馬啦。由王岐山到張又俠、魏鳳和、李尚福、秦剛，仲有馬興瑞、孫力軍、傅政華等等啦，冇一個有好下場嘅。所以唔少人相信蔡奇都唔會有好結果。OK， 咁既然依家蔡奇嘅權力大到咁啦，幾乎控制晒習近平嘅生活日常啦，又控制埋整個黨喎，咁理論上佢要造反應該就好容易喎。嗱，各位，咁又未必嘅。呢個問題咧，我哋分2個層面去睇啊。先睇蔡奇造反嘅優勢。第一，佢控制咗中辦啦，掌管習近平工作嘅日程，控制晒習近平每日見人嘅名單，文件嘅流傳同篩選呢，又係佢哋負責。更加重要嘅係習近平嘅個人保安呢，完全靠晒呢個中辦嘅。咁負責呢個崗位嘅人亦係皇帝最大嘅敵人嚟噶啦。總之，距離皇帝最近嘅，對皇帝嘅威脅就最大。第二咧，蔡奇知道晒中共黨內高層嘅矛盾，最了解習近平嘅健康情況，知道晒習近平嘅人事安排同個佈局，知道晒上位嗰啲官員嘅優點同弱點，亦即係掌握好多官員嘅死穴啦。我成日講笑咁講嘅，李尚福應該係基嘅，咁所以習近平一怒之下拉佢落馬，冇得撈。而蔡奇可能比習近平更加知道高層官員嘅性取向。咁依家蔡奇連中央黨校都控制埋，即係佢將來要組織自己嘅蔡家軍就更加容易啦。嗱，呢2點都係蔡奇造反嘅優勢嚟噶。但係咁，蔡奇如果造反，佢有一個致命嘅弱點。咩致命弱點呢？係冇軍權啊！佢更加同軍隊冇乜接觸機會嘅。蔡奇同軍方嘅聯繫實在係太少啦。當年鄧小平只可以輕易打倒4人幫，重要原因之一係有軍方支持啦。而蔡奇暫時睇唔到佢有自己嘅派系，反而江澤民當年上台有鄧小平欽點，江澤民有上海幫啦，之後隔代欽點胡錦濤啦，胡錦濤有團派，
習近平呢有太子黨同福建浙江嘅舊部下，蔡奇依家睇唔到有咩基本班底，亦即係未有蔡家軍。而且習近平掌權10幾年啦，不斷清洗，基本上已經打倒晒所有威脅佢嘅勢力啦。所以蔡奇如果想同某啲勢力合作，一時之間呢可能揾唔到乜嘢勢力可以同佢合作嘅。咁所以就算依家皇帝突然駕崩啦，蔡奇呢個9000歲都未必可以馬上成為萬歲噶，分分鐘蔡奇成功政變，結果呢益咗另外一啲人啫。於是咧，換一個角度去睇啦，習近平除咗要防範蔡奇喺生活上控制佢之外咧，暫時就唔使太驚蔡奇結黨營私陰謀推翻佢噶。亦即係咧，假如習近平發現啊蔡奇正在埋班組緊蔡家軍，咁蔡奇就一定冇命啦。只要蔡奇一結黨，恐怕未營私啊已經掛得。至於話防範蔡奇控制習近平生活同工作嘅細節呢，亦唔係冇辦法防範嘅，有方法嘅。但大家估下係咩方法？好簡單啫，喺阿蔡奇身邊都放啲針咯，用內部間諜監視翻蔡奇嘅決定，睇下蔡奇有咩可疑同私心。嗱，呢招都可以加強翻習近平啲安全感嘅。總之咧，講到內鬥咧，習近平絕對係高手中嘅高手。論到經濟咧，我偶像嘅主席係200斤嚟嘅啫，智慧啊真係大家估到幾多噶啦。論到中共宮廷鬥爭咧，習近平係難得一見嘅天才啊！嗱，試問有幾多個皇帝可以咁短日子裏邊幾乎消滅晒整個中共嘅中央軍委呢？可以話打敗共軍，我偶像嘅主席係天下間最叻嘅人啊！好啦，蔡奇冇軍隊聯繫，冇自己嘅蔡家軍啦，呢個局面又未必永遠係咁嘅喎。嗱，點解咁講呢？大家又諗下啦，一旦打仗，如果真係重要嘅大戰添啦，軍隊調動一定多啦，咁個局面就唔同晒啦。到其時，習近平仲可唔可以完全唔俾阿蔡奇同軍隊接觸呢？呢樣好難講啦。打仗期間，中辦同軍隊零接觸，咁習近平嘅行程又點配合軍方嘅行動呢？假如習近平要匿埋嘅話，喺秘密地方辦公啦，佢就更加要俾中辦同軍方嘅高層有接觸啦，否則咧好多戰爭嘅決策就難以執行噶咯。咁呢個時候，蔡奇聯同軍隊造反嘅機會咧就出現啦。所以如果習近平係聰明嘅話，一打台灣，其他國家一介入，戰爭擴大，第一件事係點啊？軟禁蔡奇咯，中辦換主任啦。否則咧，習近平難以安心嘅。總之啦，簡單啲講，一旦調動軍隊，習近平自己嘅風險馬上就大大提高噶啦。特別依家無人機可以隨時將某啲重要人物斬首，呢個時代咧，習近平嘅行蹤一旦被泄露咧，已經足以致命啊！嗱，咁你話蔡奇100%對習近平絕對忠心，堅決唔組蔡家軍，咁得唔得咧？保唔保得住條命咧？各位？都未必得嘅。講到尾，蔡奇都係危險嘅。點解咁講呢？第一，蔡奇依家嘅權力咁大，佢唔主動組蔡家軍，必然有人主動咧討好佢啦，希望上位啦。而調翻轉頭啦，蔡奇亦必然咧會欣賞某啲人，又或者討厭某啲人嘅。咁於是得到蔡奇欣賞嘅人，自自然然啦，就覺得自己係蔡家軍啦，啱唔啱？得到蔡奇提攜嗰啲人啊，亦會自視為蔡家軍，視下蔡奇為大佬嘅。結果如果傳到習近平耳入邊呢，咪就係蔡奇結緊黨咯，野心好大咯。呢一個係中國宮廷政治入邊好多權臣嘅宿命嚟嘅。可以咁講啦，你有冇真正野心咧都好啦。權臣嘅權力大到某一個點咧，皇帝就會覺得咧你準備造反噶啦，覺得你準備奪佢嘅江山噶啦，到時你就大鑊噶啦。大家睇翻啦，6月3號香港明報報道，習近平當年嘅好兄弟王岐山，佢當年嘅嫡系人馬又一件落馬啦。呢個人呢就係黎曉宏啊，呢個黎曉宏呢係當年王岐山嘅大管家。後來咧跟埋王岐山入中紀委嘅，就一齊幫王岐山為阿習近平打貪，就成功幫習近平鞏固地位同權力咧。
依家咧，王岐山嘅政治網絡已經被正式拆骨清除啦，清除晒噶啦。習近平起初咧就先對付王岐山部下嘅部下，咁即係點咧？先打啲僆仔啦，俾啲顏色啲大佬輩睇下，然後咧早排就專打王岐山嫡系嘅下屬，乜嘢董宏啊、田惠宇啊，排隊咁落馬。咁依家咧就輪到黎曉宏啦。咁於是幫王岐山反貪嗰班打虎大將，依家咧都被打喎。台灣嘅媒體就報道啦，下一個輪到王岐山，我就覺得咧呢啲報道啊老作居多嘅。點解我咁講呢？因為依家王岐山根本已經玩完咗好耐啦，根本咧王岐山係被軟禁嘅。依家清洗晒王岐山嘅嫡系咧，只係想俾下邊班奴才知道，習近平作為皇帝係遇人殺人，遇佛殺佛嘅。就算以前嘅好兄弟啊，都冇面俾。可以咁講嘅，喐王岐山呢，絕對冇必要。其實王岐山亦係命中注定晚年冇好下場嘅，因為當年呢，佢幫阿習近平鞏固權力之後呢，佢一個人啊掌握住中國嘅金融線，被形容為金融沙皇。佢又係打貪線嘅執行官，仲係元老線同太子黨嘅聯繫人添。如果要政變取代習近平，王岐山係最有實力嘅人。呢一種人啊，習近平作為皇帝點可以唔清除呢？喂，兄弟又點啊？喺權力面前，兄弟都係假嘅。因為假如真係喐手嘅話，輸嗰一方呢係必死無疑嘅。習近平快速廢咗王岐山嘅武功，留阿王岐山一條命，已經呢係對佢十分仁慈噶啦。至於拉阿王岐山坐監，絕對冇必要。除非係點呢？王岐山真係密謀造反，咁就另當別論啦。蔡奇又點呢？我前面講咗啦，佢冇自己嘅蔡家軍，風險就比王岐山低少少嘅。嗱，我前邊就講啦，中國嘅宮廷政治入邊，一個權臣呢最安全嘅表現就必須做到呢：有咁冷酷得咁冷酷，有咁乞人憎得咁乞人憎，先可以保平安嘅。蔡奇呢就係呢個典型嘅例子啦。點解蔡奇必須咁做嘅呢？因為咧咁樣先至可以令皇帝睇到，呢個權臣呢係不受歡迎嘅，官員唔中意佢，百姓呢憎恨佢。於是呢種人組成班底密謀造反嘅機會就低啲啦，人民對佢嘅支持亦低啦。咁對皇帝嚟講梗係好啦，對皇帝嘅威脅梗係少啲啦。甚至一旦出現嚴重嘅民怨民憤，仲可以揾呢個乞人憎嘅權臣呢出嚟孭鑊喎。咁所以蔡奇依家嘅表現係最聰明嘅。我諗咧，好多人仲記得蔡奇當年點樣對付嗰啲北京嘅所謂低端人口啦，又講過咧，官員對付人民啊，要絕對服從阿黨，唔使怕嗰啲人民嘅，要有刀刃見血嘅決心。人人都覺得咧，蔡奇係一個冷酷無情嘅奴才。好多人咧唔知道蔡奇上位之前咧作風極為開明嘅，佢喺浙江期間咧係積極擁抱互聯網嘅，十分親民，被形容為網紅官員啊。當年佢喺網上咧自稱自己話自己個名叫做蔡叔，佢喺微博上有1000萬粉絲，係一個大 V 嚟嘅。2010年到2014年間4年入邊出過9000條微博信息，即係點呢？即係平均每一日出6條信息嘅。蔡奇自稱喺玻璃房工作嘅，就顯示佢自己幾有透明度咁。蔡奇出過本書嘅，書名叫做《玻璃房》。蔡奇公開演說曾經咧好幽默咁講，佢中意咧企喺度講嘢嘅。點解企喺度講嘢呢？因為咁樣就唔會太長氣啦，即係嘲笑當時嗰啲官員講嘢長氣沉氣咯。當日咧嗰啲現場觀眾咧真係真心咁笑咗出嚟嘅。但係咁，我同一個人入到權力核心，馬上就變面啦，變成一個可怕嘅奴才啊！我點解要咁變呢？因為蔡奇絕對聰明咯，佢睇通中國宮廷政治，最受歡迎嘅權臣死得最慘。王岐山都一樣噶，一入權力核心咧，馬上就做醜人啦。不過王岐山咧功高蓋主啦，亦係冇得唔死嘅。最後再快速同大家分析下蔡奇嘅面相啊！我長期留意蔡奇隻耳仔嘅，蔡奇嘅耳咧係火形尖耳，冇耳珠，耳仔好薄。呢種人天生反骨嘅，野心又大，冇咁容易臣服於人嘅。蔡奇嘅尖耳亦非常之明顯嘅。
嗱，大家睇下呢張相片咧，係早前 Donald Trump 訪華咧，蔡奇同 Donald Trump 握手嘅。大家睇下蔡奇隻耳仔個耳型啦，可以咁講嘅。依家習近平比蔡奇更狠啊，咁所以蔡奇咧可能未有造反之心啫。假如習近平稍為出現弱勢咧，蔡奇就嚟料噶啦。大家不妨拭目以待，睇下蔡奇最後有咩下場啊？佢係慘過王岐山，抑或成為皇帝呢？最後請大家繼續收聽和你看天下，喺呢條片下邊有超級感謝嘅符號嘅，請大家 click 入去支持我哋啊！拜拜。